見到好多同我哋一齊青協 School Tour 嘅同學嚟咗喎，俾啲聲嚟聽下先。OK， 我哋全場一齊俾最大聲嘅歡呼聲。再嚟多次，3、2、1。知唔知點樣可以冇咁凍啊？就係跳咯。你準備好未啊？我都要跳下先。努力向上，努力去搶，不顧一切踩幾多個頭上，得到你所想。難道今生只配做隻羊，每天也高聲呼喊在叫嚷，餘生卻圈養同伴蜂擁趕進，奔跑也為了食糧，你安心的曬着太陽，看我變天很多漂亮，如你。